精彩，真是精彩！弹腿的单斩贯耳讲究气势连绵，一旦占得先机，对手基本不可能翻盘。哎呀，没想到却被一手凶器的白马翻蹄反败为胜。都说河间李家枪剑双绝，这手上的擒拿功夫也犀利得很呐。那个女人呢？别担心。 我只是借用那个男人的念头和你打个招呼，我和他们没什么关系。做个自我介绍吧，我叫什么来着？啊？你就叫我王阳吧，或者叫我的另一个名字墨。墨者，象鼻犀目。 牛尾虎足，在传说里是个以梦为食的怪兽。墨，吃饺子吗？李岩，我能救你的命。你有我的配对骨髓，那太小儿科了。我能给你更好的。是吗？你要我做什么？试试看不就知道了。不过。 这是条不能回头的路，听上去比等死强多了。你真是太有意思了。那么，来吧。本次严服事件开启，要求如下：在龙城球台上打至第7类，获得任意古小说攻城残篇，唤醒古小说攻城中的孤惑男，限时2巡。欢迎来到严服，已为您准备好新的身份，请放心的大闹一场吧，行走大人。不用我多说了，他的对手，叫李岩，新来的，没听过，谁家的选手？拳台赛，那胖子人呢？哎，看来他有麻烦喽。哪儿来的散的？怕不是下不了拳台了。都是老大眼光好，找来这么猛的茶菜，今晚都通关都不成问题呀。干掉他！
怎么这个时候犯病了？八卦城？什么八卦城？撞李小龙啊！后生仔什么来头？本场拳赛获胜者，李岩。今天这场拳赛有看头啊！好耶！阿丽，去给那个叫李岩的添点彩头。是。李岩是吧？这后生仔谁啊？好犀利啊！一晚上连赢5场。搞什么鬼？当个人秀啊！这家伙摆明不是低阶水准，还让他打。我看准的人当然不止低阶水准，打不过别来呀。什么事啊？谁惹我们红鬼哥了？没事儿，打不过只会放放嘴炮，不跟他们玩了。走，我们升场子了。在外面就是个山培。这一场，太黑龙与一篮的金人李岩对战连胜队的程护南。这个叫李岩的是个新面孔，他又是个送人头的。哎呀，年轻气盛啊！刚柔流空手道，我自南拳白鹤门，
今天我让你拜拜祖师爷！怎么回事？你不能这里爬了！教李岩什么路数？他家吧，如劈针，暴力呀！这本场比赛的获胜者，行走大人，您的右臂已处于麻痹状态，持续时间约为20分钟。你今天别想活着下这个拳台！行走大人，您已感知到对手的杀意，解锁技能惊鸿一瞥，洞悉对手弱点与其他信息，将耗费点数。没必要。不讲武德规矩的杂碎！本场拳赛，李岩获胜。红护男违规使用暗器，永久取消比赛资格。我肯定你了，漂亮！好，这呀，不错，还场兵器的，只是比较能打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他身上有杀气，学的是北方的功夫，还通南方的路数。那些玷污拳台的阴损之人长久了，龙城需要的是气正、心正的人，就像他。阿阳哥，小九，在玩球呢？小妹妹，你的球。快了，先回家去，好不好？你什么人？不好意思，吓到小妹妹了。啊，捡来的面具，我今儿刚来的，不太懂这里的规矩。请问，附近有没有跌打医生？喂，红鬼哥。现在在哪儿？在公寓。你个水货，躲在屋子里不要动！那个公寓里藏着劫匪。喂，特别行动小队已经过去了。声音太大了，我这里能有什么事儿？要来就赶紧啊！喂，阿言，阿言！
兄弟，别躲了。 转过去，东哥，这小子先上楼再说。我让你怎么走，你就怎么走。小金，你相信东哥吗？东哥，相信吗？信。好，你听着，你留在这里。 你伤那么重，他们一定会送你去医院，在医院等着东哥。只要我何安东还有一口气，我一定把你救出来。不行！我之前说过不会抛下小金的，大伙儿把命交给你，你就这么对待自己兄弟？我何安东从来不抛下兄弟，是我把你们带出来的，我就一定会把你们带回去。那就带小金一起走。闭嘴！那是我亲弟弟，必须一起走。发现古小说《勾陈录本残篇》，命也没剩下什么。 剩几张草纸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开枪啊！干脆连我那份一起吞！小金，站住！请放下！看来你是真不在乎自己兄弟的命。你放开他，我放你走。你跟我开玩笑？东哥，把枪放下！放开小金！ 再不放我就动手了！你敢动我就开枪，那就开枪！梦我会放过你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！你破啊！今天我何安东认栽，我数3声，我扔枪你放人，怎么样？好啊！1、2、3。 小金，小金！东哥，快跑！撒手！撒手！ 行走大人，您生命体征已处于危险边缘，需要立刻采取治疗。小姐，庄子，我把命拿出来赌，是我赌输了。
到异常能量，提醒行走大人，血液会激发残篇上古兽之力，无法抵御它的普通人的身体会被能量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行走大人，如果您在这颗世界果实中丧生，本次盐服事件将会立刻结束。以您当前的身体状况，恐怕在原生世界也很难存活。椰子造血细胞增强剂，10个点。混。力量呢？发生了什么？要命！本次惊鸿一瞥状态已持续9分43秒，没有洞悉目标弱点，消耗5点元符点数。您已解除目标的锁定，目标死亡。你好，惊鸿一瞥发动。您发现了同行者。同行者指目标一致的其他行走，双方可自行商议是否联手完成任务。其实我在拳台上听说有个叫李岩的人，就应该想到是你，河间兽虎。你是张家侄子们？嗯，我听说你在广东连挑了19家武馆，后来就销声匿迹了，没想到还能在这里遇上。一颗果实世界可以有多个炎符行走同时存在，那个死胖子也不说清楚。你是新人行走？
孤惑鸟是什么？我这个人不喜欢打嘴炮。孤惑鸟残篇是我的任务，残篇我来找。你趁着这段时间多赚点数，等着走就行了，如何？哼，我要收集至少3张残篇，而且我不太想跟别人合作。信不过，咱俩拳台打一场，输的一无所有，赢的全都带走。行走大人请注意，一旦输掉拳赛，将无视事件进度，立刻回归。您将失去已获得的所有点数与购买权限。到底怎么个意思？红鬼哥，麻烦你帮我安排明天与52郎对垒。请行走大人注意，您的对手很可能不是新人选手，对决存在未知风险，一旦输掉，猛虎眼前无沟壑，松眼睛全是坎儿。今日寅虎年6月24，祭安葬，移斋教，回楼阎王对战同兴门52郎，立兵任状，与人无尤。之子们，张明远、何坚、李岩。气声万景，万人驱龙，好劲！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下台认输，否则生死无论。一项目标开启了惊鸿一瞥，目标锁定李岩。很遗憾，你没有获悉对手弱点。若长时间处于惊鸿一瞥状态，会增加你洞悉其弱点的几率。作为新人，这个人没有体验过炎符的力量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还差一点。
取了一些信息，查探需要花费1点盐辅点数，是否查探？是。对方举手投足之间将带有开门受击力，每次攻击将灼烧对手的魂魄，可附加在任意武器上，远战效果只有近战的30%。打得好！好，八卦掌64密手，行步撩衣，十字扳楼。怎么说？武二郎不善使剑，拿着反而是个拖累。这小子还会戳角门的绝技。臭小子，狮子门张道静，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姐。你怎么会有戳角门的功夫？回家问你姐去。我知道你八卦掌使得很好。你在老家有喜欢的女孩子吗？我总有一种感觉，你来龙城一定也有命运注定。完成任务越多，得到的评价越高，就能提升购买权限。不过，据说还有个更有效率的方法——猎杀。林师傅，我们拳台上见。跟着我，不会吃亏的。行里的人抬爱，叫我一声太岁。阿阳哥，我找到阿咪了，我妈做的叉烧饭给你。别惹麻烦，离我们远点。我妈妈生病了，你别见怪，妈妈不是很好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对不起，秀秀，可是我必须要活下去。李师兄，你知道我爷爷是怎么评价你的？习武之人，心头先养3分恶气。我见过这么多后生，只有这混小子不多不少，养足了这3分恶气。希望师兄心头这3分恶气没散。你不好好回去休息，回来拿太岁的剑做什么？没什么。阿言，你说服役对你怎样？我对你怎样？不错。那你说我对别人有恩，别人点对我？红鬼哥，说到底，你只是我的经理人。红鬼哥，小心伤处。进你妈个头！你小子神神秘秘的，没半句实话。你以为别人不知道？拿我吃剑！
太岁和我替你挡了多少事，你又知道个屁！你敢对不起太岁，第一个灭了你！我马上就要离开龙城了，这段时间受红鬼哥照顾了，多谢。你小子没打伤我的脸吧？不然我可不好跟太岁交代。麻烦红鬼哥跟太岁说一声，我有私事要处理，借汉剑一用。汉剑凶烈，你拿去斩鬼啊？世界上哪来的鬼？哎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伯母，秀秀在哪？行走大人，您必须将当前的残魂收回，本体完整，才有可能唤醒孤魂。他不是真的秀吗？离我们远点儿！残魂怎么会分化出秀妈的人性？人类的强烈意念，有时候会转化为无法解释的能量。人都死了，没意念。惊鸿一瞥，发动！古兽之力，但凡遇到能量，都会本能想吞噬。你本来该待的地方，不是真的人，只是虚幻。你伤害他，
不能留下！秀秀需要我，我不能走。海燕哥，你别打我嘛！放开我！我们拉过钩的，她只是一个幻想，不是你妈妈。她是我求来的，她就是我妈妈。人类的强烈意念，有时候会转化为无法解释的能量。古小说勾陈中记载，孤惑鸟夜飞昼藏，衣毛为鸟，脱衣为女人。传说它性情乖张桀骜，一旦被它的黑雾血滴标记，就会遭到屠戮，无一幸免，凶残程度无可匹敌。它很喜欢小孩，秀秀。是秀秀。他对妈妈的思念，让心里爱死的火鸟分离出了残魂。残片的力量会伤害他，这样下去，你只会拖累你女儿。秀秀，你先出去待一会儿。别过来！乖阿女，去吧。阿言哥，我求求你别杀我嘛！普通人的心神力量跟残篇上古兽之力比起来，犹如萤火，会被吞噬同化，最后灰飞烟灭。秀秀刚才的样子你也看到了，你作为残篇的能量会不断影响他，成人都承受不住，他那么小，和你待久了会死的。伯母，我今天必须送你一程。秀秀，我会托人照顾。托人照顾？怎么照顾？把他送进保良局吗？秀秀就是进保良局，也比跟着你等死强。不过，我也只是为了活命，才来趟这趟浑水。说到底，我们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。你发誓，一定要帮我照顾好秀秀。我从不轻易发誓，但我说会想办法照顾秀秀，就一定会做到。记住你的话。您直面了孤
行走大人，您唤醒了孤鹤鸟的残魂，孤鹤鸟吞噬了田园鸡公氏的魂魄残余物。您将在结算时获得更为强大的传承和其他奖励。行走大人，您已完成本次盐服事件最关键部分，您获得了结束本次事件的权利，请在10分钟内决定是否结束。拒绝结束。祝您好运，行走大人。跟我走吧。所以，你的目标其实是李岩，残篇也只是个饵。聪明。发现清退目标，写有4张古小说构成残篇。真就这么来了。处心积虑啊！朱棣，你直面了8尺之力，惊鸿一瞥，发动！你发现了猎食者。什么是猎食者？猎食者身份可以通过某些特殊道具获得。猎食者和行走具有不可调和的世界矛盾，只能通过一方退场甚至死亡才能解决。生物亲和是什么意思？稀有的专精能力，属于精神系，但缺乏直接作战能力。黄金符咒是。这里是我的主场，你这种连传承都没有的新人，跟我斗！不过，你的专精是个好东西，拔舌有了它，吞噬孤鹤鸟的力量就更有把握。你那个妞也很辣，很符合我的口味。冷静点，他根本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。
找死！说来我还得谢谢你，收集了这么多残片，可省了我不少功夫。纯净是生物亲和是吧？蛇与宿主共享感知，这种速度很快，但转向不够灵活，远没有一般蛇类灵性。朱棣在哪儿？给我灭了他！入虎穴，焉得如此？朱棣在哪儿？目标发动了黄金符咒镇狱，可避免受到致死伤害，并使枪势强劲，同时获得缓慢恢复力量。警告：受到传承力量致命攻击。你就要死了，没用的家伙！第一眼看到你，就让我烦得很。但比起你，八蛇一族更该死。罢了，暂时把力量借给你。要是敢输，我会让你死得更难。林总大人，你已处于极限，是否要兑换 ES 造血细胞增强剂？现实作用，但无法根治血液疾病。不需要，不可能的！
他只是一个新人，怎么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？杀！快来住他！人呢？所有人都给我断罪！这么着急想去哪儿？不陪你爹多玩会儿？你把朱棣怎么了？这不可能！我怎么会输给区区一个普通人？你不可能是第一次经历炎夫事件。脱落者，我懂了，你是脱落者。传承爆破！你主动爆破传承，引发致死危机。八蛇传承之力将陷入一次连环事件的冷却。你的专精强制下降10%。结果眼前这一关。移动限制弱点，下一次攻击释放速度增加1%，伤害加速你击败了猎食者，将获得对方在本次炎夫事件所获得的全部购买权限和30%结算奖励。因为你并不具备任何传承，很遗憾，你没有吞噬八蛇的资格。原来你就在我心上某道空缺的地方，随着回忆生长，却又不声不响，无法抵抗纠缠。到达地点，重复，到达地点，走，后上，报告，离安全证书。